大家平安 ，Happy Easter。我伫牧会中间吼，搁偌济早时啊吼，我透早爬起来，拢去转电视内底。较早 CVC 吼，礼拜早起透早吼，迄个搁偌济透早，拢有放圣乐，即马搁无去啊吼。迄阵啊，我真爱听 Salvation Army 的迄个乐队吼，拢用迄个 trumpet， 拢或者铜管乐器吼，奏耶稣真正死过啊，足好听。我逐年吼拢伫国外者，迄变做我的足 enjoy。我会记得我6年前去化疗到甲迄年的国外者，医生拄好甲我讲，你化疗拢了，你会使转去。迄时是国外者，我透早爬起来吼，嘛是转 radio 起来听，足感动的。这国外者甲我吼，真正是，互我袂晓讲，真正是足感谢迄个时阵化疗了，到即摆已经6年啊，还佫安尼，我真正是足感谢。甲咱大家分享伫遮用感谢的心，咱来庆祝耶稣的过活，咱来三角祈祷。天父上，阮感谢你，你赏赐你的独生囝，伊伫世间教示阮做好的模样，互阮看。你互伊顶受一切，互伊受遐尼大的艰苦，总是你互伊过活，互阮对伊的死有盼望。上帝，阮感谢你，这个节日对我、对阮大家信你的人，是一个非常要紧、非常有意义的节日。阮伫你面前用感谢的心来庆祝。阮要三角来想阮的主所问的问题，求你通过阮的分享，互阮的灵性得到帮助，互阮更较知你是全能听阮的上帝。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咱今仔日所读这段圣经是约翰写的迄个耶稣的过活节迄早起的故事吼。分成2部分啦。第一部分是第1节到第10节，第2部分是11节到18节。耶稣，我讲这几礼拜拢在讲耶稣问的问题。耶稣问的问题是伫第2部分啦。不过吼，第1部分不遮趣味啦，所以咱伫遮来安尼真简单来看第1部分吼。约翰讲，莫大拉马玛利亚透早就去望你。8本福音段拢写讲有一群妇人做伙去，看起来敢若约翰无写真侪人做伙去，看起来敢若是啦，敢若是还佫有别人，因为莫大拉马利亚走顶去甲彼得甲约翰讲门迄石头山开伊讲阮。伊用阮，伊毋是用我，伊用阮，所以一定还佫有别人。有啥人咱毋知，8本福音书有写一寡负责人的名，总是这袂要紧。事实是，因到位的时，大家看迄个石头高开，甲伊做伙去的人，我毋知因创啥。玛利亚走去找彼得，甲迄个约翰写讲。耶稣所听迄个文道，耶稣所听迄个文道，其实是约翰家己啊。我是感觉伊若讲甲我，咱就较好了解哦，毋免佫是一个弯。伊甲因讲，玛利亚吼，敢若看到石头高开那点吼，伊无入去望的内底看啥，伊看石头高开，伊就去甲彼得讲，耶稣的身躯向地去啊。伊也不去看，真正伊无入去看，伊干那看石头开。约翰讲干那看石头开开尔。伊去甲因讲，安尼，因2个吼，从用走的去望你去看。彼得可能较济回走较慢。
约翰较少年走较紧，走到蒙尼的时，约翰可能也较少年，唔敢入去，都互靠徛。这个彼得哦，较老经验，伊来教位哦，伊行入去，讲伊遐看到包耶稣的身躯的布放伫遐，佮包伊的头的囡仔嘛放伫遐。后来约翰有入去，入去了，约翰写讲，迄个包身躯的迄个巾伫遐，佮包头壳迄个巾无放做伙，总是有讲的。这是真趣味的代志。我读这是啥人讲的哈？那假使迄个新司机互头摕去吼，迄贼仔无食饱盐去甲你讲迄块啦。你若捌调查他的人，你就知影，迄贼仔若去，拢嘛甲规间甲你编到要死，编到乱清清，哪有迄个佫甲你讲头壳筋啦？无迄个可能。我咧想，可能是耶稣要出去以前甲你讲的，无啥物人讲。这是我后白想啦吼。过去第8节讲耶稣所听迄个学生入去了，看了就信。我定定咧想，信啥？信啥？因是敢若信讲玛利亚讲的话啊，先死无去啊，石头高开，先死无去啊，是信安尼，还是信耶稣过啊？这无共款哦。我受因是敢若信讲玛利亚讲的无毋对，先死无去啊，懵空空。因为过落去迄节第9节，约翰家己写的，伊讲吼，因还未了解圣经的话，讲伊一定会对死人中国活，所以因信吼是信讲先死无去，安尼啦尔。过去第10节真简单 ，Nothing we can do。转来咱兜啊，所以第10节讲，因两个带咧，就等于因兜。玛利亚显然有家己转来望的款，伊伫望的外口伫遐咧哭，伊伫遐哭。玛利亚不代表的玛利亚，甲耶稣的情分哦非常密切，因为伫路加第8章第20到第2到第3节，路加有写一寡妇人人的名，这个妇人人伊讲哦，拢总是耶稣在传道理的时，因有帮助耶稣，财政上帮助耶稣，看起来无特别好。玛利亚敢若不只好起来款，伊不时拢在帮助耶稣。耶稣一行12个哦，你甲想讲，敢若一日食饭要食偌济钱？也无咧做工啊，敢若目光那点。有人甲伊帮衬，才会妇人人这个真趣味伫四福音段的内底，若有讲到这个查某人哦，莫大了的玛利亚拢排头一个，这是真实的。所以莫大了的玛利亚甲耶稣的情分哦，路加讲耶稣捌对伊的身躯赶出7个鬼，所以伊拄着耶稣以前是真正状况足歹的。所以伊甲耶稣，伊对耶稣有一个特别的情，约翰讲，伊伫梦的外口哪哭，且哪看梦的内底，有影无去啊？伊看，伊看到2个天使，迄个天使甲伊问讲：“妇人啊，你哪会伫哭？”第13节，耶稣嘛阁问这个问题。伫第15节，耶稣阁问这个问题，总是耶稣这个问题以外，阁加一个问一个问题：你伫找什么人？这是真到遮的故事。我要咱确定啊吼，我要咱再来看耶稣问这两个问题的意思吼。要讲以前哦，我要先甲咱介绍一字吼，一字英语的字，我较定说明互恁听，请你创出来好无？这字吼，叫做 eucatastrophe，eucatastrophe，
这字吼是迄 J.R.R. Tolkien 发明的一字啦。J.R.R. Tolkien 吼是一个作家，伊写迄个魔戒是无？你知影迄个电影《The Ring》魔戒是伊写的。伊的一生吼写真侪迄落 fairy tale， 迄落叫做啥物神话的小说。魔戒是伊写的，伊吼这字是伊发明的。catastrophe 我下骹有写 catastrophe， 意思是灾变。有吼，若有希腊文若有吼，就是好的意思啦。你知影有人的名叫做幽忍，你知无？有个人幽忍哦，忍是知音嘛，吼，幽忍就是好的知音啦，好种的意思啦。伊吼 catastrophe 灾变是歹 ，catastrophe 要发生无人知，拄着风台，拄着光烈啊风，拄迄地动，迄拢毋知影当时会发生，忽然间发生，灾变大半拢是歹。总是伊吼更有 catastrophe， 伊讲这是好的灾变，灾变无好的啦。毋过伊发说明即句字的时，伊用倒一个故事说明，伊用迄个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甲7个矮仔人迄故事，咱大家拢知吼。白雪公主食着迄个苹果了吼，因迄个后母互伊迄个苹果食了死去了无？啊，7个矮仔人吼足疼伊吼，甲伊足好诶，毋甘伊死吼。将伊的身躯放伫一个玻璃内底，啊，甲放咧吼，啊，放足久啊。有一日，有一个王子对遐过，咱拢知影这个故事嘛。啊，个王子看到白雪公主，去甲亲一个吼，啊，白雪公主讲活起来，遐个足悲伤的迄落，遐7个矮人看到白雪公主活起来，因开始跳舞，开始唱歌，开始庆祝。伊讲，迄就是有 catastrophe。这字吼，较顶下我会阁说明一下。请恁会记这个吼，咱再来看耶稣问玛利亚这两个问题，真趣味哦。头一个，玛利亚拍入去看的时，天使甲问讲：“你哪会得好？”耶稣问这个问题嘛，咱较顶下会讲到耶稣，你哪会得好？吼啊，你看，天使问耶稣也问，你若用常识来想吼，一个查某人伫王仔埔，啊伫遐流目屎，你问伊讲你哪会得好？这就是假问的啊！你哪问这个问题？你哪毋知？伊所疼的人死去，伊毋才伫王仔埔咧好。总是这个天使也问，耶稣也问。啊，你看吼，玛利亚吼，伊悲伤流目屎吼，伊看到天使吼，咱普通若看到天使大代志，敢毋是？台湾有一句话讲，看到鬼是真大代志，看到天使嘛是真大代志。毋过天使问伊讲，你哪会得哭？玛利亚足淡定的呢。人将我的主的迄个身躯刷走，毋知刷去倒位，我毋知。伊悲伤到吼，看到天使，伊也袂兴奋，也袂感觉安怎？伊真正是足伤心的啦。啊吼，伊甲天使讲，天使还袂讲。我咧想象啦，可能迄个时阵耶稣就徛伫伊后壁，伊毋知。可能迄个天使问了，讲：你去看后壁，后壁有一个人。伊越过去看一个人徛伫遐，伊毋知是耶稣。伊计是讲是啥人？耶稣问伊讲：你哪会得哭？你伫找啥物人？你哪会得哭？伊问过啊。玛利亚因的无共款，伊是做远的，讲头家啊，你该刷去倒的，我要来你若甲我讲，我要来甲收转来。即几项真趣味哦。伊的应答甲伊甲天使应答无共款，总是本质上相款。
伊在烦恼耶稣的信息走去对，伊完全袂记得耶稣要甲伊讲伊的国话。咱较顶下要讲耶稣问的第二个问题，咱来先耶稣问第一个问题。我拄仔讲耶稣一个查某人伫遐伫墓仔埔伫哭，你问伊是安怎伫哭？我相信耶稣毋是要爱知影答案。玛利亚有应，伊讲你若甲我讲伊的信息伫倒，我要你甲收转来。我读到这时，我想讲，甲你讲伫倒，你是转会赢咧？你是要安怎转？可能嘛是搁倒转去叫彼得甲约翰来斗转啊，无伊家己一个人法斗。总是伊同款，伊足悲伤诶。而且咱看彼得、雅各甲玛利亚，因完全袂记耶稣甲因做伙诶时，甲因讲了，搁再讲伊3日要搁活即个代，因完全袂记诶。耶稣问即个问题，我相信伊毋是要爱答案。即个问题是要互玛利亚一个 hint， 一个暗示。心思无去，敢干那互人偷睇去尔？定少？敢无其他的可能性？迄个其他的可能性是搁活啦，无其他哪有啥物可能性？这是对玛利亚一个 hint。总是玛利亚真正足伤心的，伊敢若咧想耶稣的心思。伊拢无想耶稣搁活诶代志，彼得嘛共款，约翰嘛共款，因拢听过。啊，咱2000年后，即摆要来批评因，真好批评啦。总是事实吼，人若甲你讲死人会搁活，你敢会信？你敢会信？因为玛利亚耶稣迄个暗示吼，伊有那顿顿啊啦。伊毋知影耶稣啥物意思，耶稣甲伊问讲：你伫找什么人？玛利亚应耶稣讲，其实耶稣是迄个讲诶，伊的应答一直是要紧要找心思诶，伊要找法。伊要找什么物件？心思是一个物件啊。伊要找法。耶稣问伊：“Whom？ 啥人？你这是耶稣？你在找什么人？伫墓仔埔拢是死人，你要找什么人？”耶稣甲伊讲：“你在找啥人？”玛利亚在找法。耶稣在甲问：“什么人？”因为咱伫世间吼，咱拢定定伫找法，敢毋是？咱拢定定伫找法。耶稣叫咱，你伫找什么人？假使耶稣无过活，假使耶稣无过活，玛利亚找到耶稣的心思啊，伊伫找法，过去吼。说法，你过去里面啦，你找着啊，过去咧。总是耶稣甲讲，你伫找什么人？伊若找着国外耶稣，迄代志拢无共款咧。毋是找着一个心思内底咧，是找着一个活活的主。这真大的区别咧。伫这个时阵，耶稣叫伊的名。玛利亚马上认得伊，伊叫伊老师列波尼老师。这是玛利亚的有 catastrophe 的时刻，敢是？伊感觉耶稣是死的，总是耶稣搁活叫伊的名，伊迄个欢喜吼。真正是无法度通形容啊！咱会当分享伊的欢喜。这个 J.R.R. Tolkien 有讲一句话吼，
甲今仔日有关系。我对 You Catastrophe 讲的一句话，伊是一个基督徒，请你创迄句吼。伊讲吼，迄个基督的道家肉体吼，是上帝伫人类的历史内面所做的 You Catastrophe 好的灾变。基督的国话吼，是道家肉体这项代志的好的灾变。真水的一句话啦，真水的一句话。道家肉体，人拢有犯罪，灭亡。上帝予伊的囝道家肉体来带伫这个世间，这是人类历史的好的灾变。啊，国话咧，那耶稣若干那伫世间无国话，敢咱拢无关系呢？国话这项代志是上帝伫基督的事，道家肉体这项代志所出来做出来好的灾变。咱搁去看第17章哦，17章，玛利亚，你会当想象，伊看到耶稣，伊一定想要甲问，一定诶。耶稣讲一句话，伫旧诶翻译哦，较旧诶圣经诶翻译哦，拢翻做无得忘我；巴克勒翻译翻做无得忘我。King James 诶翻译叫做 Touch me not。唔通摸我，好下本写讲吼，不要摸我。我读着，我迄阵啊，圣经的翻译、新的翻译拢还袂出来吼。我迄阵啊读这时，我定定想讲，耶稣先啊叫伊唔通摸你，摸我，因为过落去几节啦吼，耶稣出现到多马看的时，伊甲多马讲，你用手探我的鞋底。多马本来唔信嘛，耶稣讲你用手探我，耶稣叫多马甲伊摸呢，啊，谁人叫玛利亚唔通摸？即摆新的翻译较好，新的翻译吼，咱的台湾话新的翻译叫做吼，唔通甲我牵地，唔通甲我牵掉啦。啊，英语的圣经吼 ，Do not hold on me。唔通甲我扭掉咧啦！啊，新的和合本的翻译叫做吼，不要拉住我。玛利亚真欢喜看到国外耶稣，伊要摸咧，袂使叫我走去啊！你国外你袂使走。耶稣讲，你唔通甲我牵掉。伊讲我要过去我的爸啊，恁嘛要去我的爸啊。咱拢迄个好的灾变，迄 You Catastrophic is 迄个时刻是真短的，迄真短。咱拢真爱牵掉迄个足无，互咱想无到的代志，咱真爱牵掉。耶稣甲伊讲：你唔通甲我牵掉，这会过，搁较好的灾变会过。耶稣国外欢喜嘛是会过，唔通定定对过去所发生好的得意的代志牵掉。换一句话来讲，迄款时刻真感谢。总是拢真短，袂久，迄个兴奋的感觉念伊过去。耶稣会离开，玛利亚嘛爱去做伊爱做的代志，袂使定定带伫迄个时阵。耶稣的国话，迄个欢喜，你若要互会当较久，都爱安怎？耶稣甲伊讲。你去甲我的兄弟讲我已经过我。你若要爱迄个好的灾变，迄个经验留伫你的身躯顶的时，你爱去甲人讲耶稣已经过我。
28节，玛利亚真正去甲耶稣的学生讲耶稣已经过活，我有看到伊，伊有甲我讲话。耶稣要离开的时候，有甲学生讲：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总是过活的耶稣头一个交代讲，着去传福音的什么人？马达拉的玛利亚，你知无？这个人，这个查某人是头一个对耶稣接受，着去传福音的人。伊是 first missionary， 教会历史上头一个宣教师，佫是耶稣一个对一个叫的。玛利亚，马达拉的玛利亚的历史地位实在是真不得了呢。总是吼，我若有机会，咱才来讲马达拉的玛利亚。我有真侪关于马达拉的玛利亚的资料，我有机会才甲恁分享。伊伫历史上红误会足侪啦。恁知影，迄阵有一本小说叫做啥？讲耶稣甲玛利亚、马达拉的玛利亚结婚啊，讲生囡仔去住伫法国。迄个即摆讲袂出来迄个名。我就最近才出来，什么10-20年前出来一本小说，或者什么啊？啊？我袂记迄个名啦。迄有人总想用马达拉玛利亚咧做文章，写个 Secret Code 是啥晓？Da Vinci Code 做 Da Vinci Code， 迄本诶历史上对马达拉玛真正是足误会。咱有机会再过来讲。最后吼，我要用一个故事，我毋知我捌讲互恁听无？若捌听，请恁较吞论诶。我相信有人毋捌听着。这是一个牧师写的吼，写讲吼，伊的教会有一个查某人，伊知影伊有癌，啊，医生有甲伊讲，啊，伊知影伊无久会过身，啊，牧师去找伊，啊，伊真开放，伊拜托牧师来，讲伊要甲牧师安排伊的葬式，即摆愈来愈侪人做这个代志，不要讲啦。啊，所以牧师去找伊，甲伊坐，啊，伊就讲伊的病情安怎啊？甲牧师讲，啊，所有的拢交代圣诗、圣经，伊拢交代好。啊，牧师了解问讲，你讲啥物代志无？伊讲牧师，我有一项代志，我要拜托你，你一定爱做。伊讲啥物代志？伊讲我吼死去了吼，人会来看我，朋友会来美吼，我倒伫棺材内底吼。拜托你，我的正手吼，互我举一支 fork， 食饭迄落 fork， 吼，你互我一支 fork 举伫我的手。啊，你牧师，你是安怎？啊，死去啊！你举一支 fork 是要创啥？牧师当然问啊，迄个查某人讲，我逐摆去教会宴食饭啊，是破落啊，是啥吼？啊是讲去互请吼，啊，阮迄免 list 食了吼，物件食了，有人会来收啦，有人会来收盘去。啊，因拢会讲吼 ，keep your fork， 是安怎呢？因为你食饱，你刀啊甲盘我甲你收掉 ，keep your fork， 因为确定啊有 dessert 要过来，所以 hold on to your fork。拄啊，耶稣甲马达拉玛利亚讲 ，Do not hold on to me。啊，这人讲 hold on to your fork， 你的 fork 举咧。伊讲吼，我要互大家知影讲，我吼死去，总是 there is something better coming。底下有更较好物件要来，我举迄支 fork 吼。我的免 list 我食了啊，即马过去，我伫等 apple pie， 也是 cheese cake 拢好啦。就我举我迄支 fork， 我要等更较好的特别过来。
大笔吼，大笔写真济诗，我毋知影伊是安怎写即句诗。诗篇30篇第50，大笔写讲吼，虽然规暝有天哭，天一个光就有欢喜。虽然规暝天哭，天一个光就有欢喜。愿上帝的平安，愿上帝的好的灾变发生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伫咱的教会内面，咱来参加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无大粒的玛利亚，互阮知影你是全能的上帝，伫你无可能的代志。你互阮的主告话，互无大粒的玛利亚见证。虽然阮有时亲像伊毋信，拒绝相信，要求你对阮真宽待。感谢你，愿你的好的灾变发生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互阮体验你的权能、你的听、甲你的同在，也甲阮的教会相甲伫地。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